个就是想象，现在所有医院的负担，如果在当地已经超过需求，或者在其他不同环境情境的地方，你需要配置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全模组化的整体输出。所以这一个医院等一下沈院长也可以发挥，它在材料上是全循环的，也是你可以机动的调动各种厂商的资源来做一个组合。在科学上它是有根据的，从刚才市长有讲过了这些方向、材料、消毒等等配置，最后呢，它随时可以出发。也就是说呢，刚才建筑师有稍微谈到了，这整个在全配备的情况之下，从检疫到治疗，我们整个的模组大概在2800公斤左右，意思就是一个3.5公吨的货车，它就载得走了。对，然后连它的基本的电池应该搭配什么厂商？对，到目的地以后组装多早就可以？我觉得以他们现在经验在3天。对，7天可以，3天可以组起来，7天可以 run， 因为要 test 所有的气流等等，所以它意义非凡呐。大家都会问说，全世界现在出现过的医院有没有这样的科学的依据做的？就是没有。好，方向就是组合，大家进去，大家用啊。那我们这一次抗疫最大的经验是说，除了医学以外，最重要是科技防疫。那科技防疫的经验是可以复制，而且可以马上转植在其他的场域上。所以我想，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检疫站就是这个功能，把里面的材料加上医学加上建筑，把它组合在一起。那这其实能够做到，就是大学加上医院整个结合在一起，回馈给社会及全世界最大的贡献。看得到在最短的时间，成大为台湾的防疫贡献最大的心力。我们成大以及成大医院，还有成大设计学院建筑系各位老师，大家这个绞尽脑汁，而且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简易医院的设置。这个不是一般的医院，这个是确保医护人员安全以及这个病患他的一个得到最好的照护的一个医院，能够确保这个医护人员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来照顾病患，确保病患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而且能够这个逐渐康复，这个是我相信是所有人最大的愿望。那所以呢，成大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做出这个不仅是全台湾唯一，而且在世界上是独步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而且很多里面的设计都是模组化，而且是非常机动化，而且是非常的环保，非常的节电，而且又是非常安全的简易医院。